一次過拆解，究竟南極同北極有啲乜嘢睇，有啲咩玩，究竟預算要幾多，乜嘢時間去最好，一次過同你講晒。究竟乜嘢係南極，乜嘢係北極？其實好多人都搞錯㗎。點解一定要揀探險級郵輪？呢一部分好重要，因為會直接影響你成個行程嘅體驗同埋安全。講到去南北極嘅最佳季節，南極當然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oly Trips 嘅 Miss 鐘鐘。好多觀眾朋友睇完我上兩集去南極之旅，都走嚟同我講好想去啊，亦都問我係咪好難安排，係咪好貴，係咪要好多錢先去得呢？所以今集呢，我就打算一次過拆解，究竟南極同北極有啲乜嘢睇，有啲咩玩，究竟預算要幾多，乜嘢時間去最好，一次過同你講晒。首先，我哋由最基本開始，究竟乜嘢係南極，乜嘢係北極？其實好多人都搞錯㗎。講到北極，其實佢唔係一塊陸地，只不過係一大堆冰圍繞住一個區域。好多地方其實都會被歸納做北極呢個範圍，包括加拿大經常聽到嘅芬蘭、冰島、格陵蘭呢啲地方都係屬於北極嘅 area 嚟㗎。最主要講到郵輪成日聽到嘅就梗係挪威啦。最大嘅分別就係北極係一個有人住嘅地方，你會見到好多原住民、好多設施，甚至好多交通工具都可以去到北極嗰度。當然，北極亦都係北極熊之家，但係北極係絕對冇企鵝㗎。至於南極就啱啱好相反，佢係一個長期被冰封蓋住嘅大型陸地板塊，但係就冇人可以長期居住，因為南極係全世界最凍嘅地方。最多你會見到嘅就係企鵝、海獅、鯨魚，仲有好多科學家同唔同國家嘅專員喺南極度駐守做研究，所以大家要記住，南極係冇北極熊㗎。好啦，嚟到分享一下，究竟極地有啲咩睇，有啲咩做，有啲咩玩？咁去到南極，當然就係睇冰川、浮冰、企鵝、鯨魚，甚至你可以行山，真係踏入去南極大地板塊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揀啱郵輪嘅話，仲可以爬獨木舟、跳落南極海，呢啲就係喺南極可以玩到嘅活動啦。但係去到北極就真係好唔同啦。頭先都有講過，去北極嘅地方其實好多都係屬於北極系列，所以你揀邊個地方就好影響你嘅體驗。尤其係真真正正講到北極嘅話，梗係挪威附近係最多嘢睇，因為嗰邊除咗有冰川之外，大家都會嘗試去搜尋，睇下有冇機會見到北極熊。但係呢幾年呢，就真係差少少，因為浮冰越嚟越少，北極熊呢亦都比較難揾到。所以去到嗰啲地方，大部分時間都係睇鳥類生態。大家會見到喺北極有成千上萬嘅雀仔返去北極過夏天。通常夏天嘅時間就會見到呢啲景觀。而去到北極，其實仲有好多民族文化嘅體驗，因為北極係有人居住嘅地方。大家亦都會見到科學家留下嘅歷史痕跡。所以去北極玩，大部分都係睇歷史文物比較多。相對嚟講，北極見到嘅冰同冰川就比南極少好多。但係如果有機會真係坐郵輪去北極，其實仲會見到24小時日光，真係冇日落。所以如果你係想坐郵輪去北極睇北極光，就唔啱呢段時間啦。反而如果大家喺夏天坐郵輪去北極，就會見到好多山水交織嘅景色，好似冰島咁樣，會有好多大自然風光，例如瀑布、河流、急流等等。所以變成北極嘅活動其實都比南極多元。不過兩個地方呢，其實都有啲相似嘅地方。通常如果你係坐郵輪去北極或者南極呢，都會跟住探險隊隊員一齊出發。呢啲探險隊隊員呢，就唔係一般導遊，佢哋可能係科學家、歷史學者或者唔同領域嘅研究人員，基本上就係行走嘅百科全書，帶住你一邊學一邊玩。至於究竟南北極要點樣去，點解一定要揀探險級郵輪？呢個真係一個好重要嘅 topic。究竟南極同北極點樣去？點解一定要揀探險級郵輪？呢一部分好重要，因為會直接影響你成個行程嘅體驗同埋安全。先講下南極。南極本身係有好多條約，因為南極並唔係屬於任何一個國家，而係由好多唔同嘅國家一齊去規範同保護呢個地方。
呢個區域亦都有好多限制，因為佢係一個受保護嘅地帶，所以郵輪如果載客超過500人就唔可以登陸南極。一般你會見到去南極嘅郵輪大多數都係大約100至200人左右。仲有一個重要條款，如果要登陸南極，一定要有牌照。第二就一定要由探險級嘅隊員帶領，乘客先可以上岸。而行程安排亦都有比例限制，一位探險隊隊員只可以帶大約20個人登岸，所以一般去南極旅行，只有小型郵輪先至可以真真正正享受到成個南極行程。大型郵輪呢，雖然都會寫住去南極，但係其實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嗰種玩法。超過500人嘅大型郵輪只係會路過南極，遠距離欣賞你想睇嘅景觀。當然呢啲大型郵輪價錢會平好多，不過以我立場嚟講，一世人先至去一次嘅地方，唔好為咗慳少少錢去到咁遠，但係乜都睇唔到，咁就真係浪費咗成個經驗。相對嚟講，北極就冇咁嚴格。因為頭先都有提過，南極係一塊被厚厚冰層覆蓋嘅大陸板塊，所以危險程度係比北極高好多。一個唔小心可能會踩到無底深潭嘅冰洞，跌落去可以深達1000米，所以一定要有經驗嘅探險隊員先至可以判斷嗰度安唔安全，適唔適合登陸。至於北極，其實有好多地方都係介乎於北極範圍之內。以郵輪行程嚟講，最常見嘅北極區域就包括格陵蘭、冰島，再上少少就係挪威。雖然北極冇南極條約咁嚴格，但北極同樣係偏遠地區，天氣變化大，而且好多登陸地點都只係浮冰、石頭同埋冇碼頭嘅海岸。喺呢啲環境之下，大型郵輪反而靈活性較低，相反可以因應天氣調整行程，用橡皮艇登岸，由專業探險隊帶領活動嘅就一定係探險級郵輪。頭先咧就啱啱分享完點解要揀探險級郵輪，咁究竟探險級郵輪有啲咩航線選擇可以去到北極同南極呢？先講講南極，超過90%嘅航線其實都係由南美洲出發，另外亦有一小部分係可以由澳洲同紐西蘭出發，不過呢啲航線距離就遠好多。一般嚟講，最普遍亦都最受歡迎嘅仍然係由南美洲出發嘅路線。如果揀由南美洲出發，市場上主流就有2種方式可以去到南極。第一種係比較簡單嘅，就係直接坐郵輪前往南極。通常呢類行程係由南美洲南端登船，穿過德雷克海峽，大概2日時間就會去到南極半島。當然，回程亦都需要2日時間，再次穿過海峽先返到南美洲。呢種方式雖然航程較長，但係相對親民，成本亦都比較低。第二種就係近年新興嘅玩法，由南美洲直接搭私人包機飛去南極半島，再喺南極半島正式登上郵輪。行程完成之後，再搭包機返南美洲。呢個方式比較適合幾類人士。第一，想慳時間；第二，怕坐船易暈，尤其係跨海峽時浪比較大。但相對嚟講，呢一種方式價錢就會高好多。至於北極就會再多元化啲，一般航線係由冰島出發，有機會前往格陵蘭、挪威，又或者加拿大，甚至阿拉斯加都可以算係北極航線嘅一部分。講到北極航線，其實玩法就非常多樣化，可以由冰島出發、挪威出發、格陵蘭出發，甚至由阿拉斯加出發，都屬於北極系列航線。由於北極有好多唔同嘅行程選擇，所以就要睇返你本身想要嘅體驗係乜嘢。因為無論係探險級郵輪，定係比較普通路線嘅郵輪，行程時間長短亦都因人而異。如果講北極系列，一般由6日到10幾日，甚至去到1個月嘅行程，市場上都係揾得到嘅產品。需要特別留意嘅係，北極好多地方都冇碼頭，所以通常需要用橡皮艇接駁先至可以登岸探險。啱啱頭先都有提起過，去南極有機會要經過 Drake Passage， 究竟呢一個係乜嘢海峽呢？呢個就係全世界最兇狠嘅海峽，因為個浪有機會去到10幾20米㗎。聽落係咪好得人驚呢？但係大家唔使驚，因為如果係可以經過呢個海峽嘅郵輪，通常都已經做足準備嘅。講到穿過呢個海峽，一般嚟講，豪華級郵輪會比較好，因為船身穩定性較高，安全程度亦都相對提升。由於呢段海峽嘅海浪比較兇，所以如果擔心會暈船嘅朋友，最好就選擇搭飛機去南極。不過，亦都有好多人係為咗親身體驗呢段 Drake Passage，所以都會特登揀呢類行程嘅船。相對嚟講，
北極嘅航線就比較穩定，唔需要穿過好似 Drake Passage 咁洶湧嘅海域。對於怕風浪嘅朋友嚟講，北極行程就會輕鬆得多。講到去南北極嘅最佳季節，南極當然係11月至2月份啦。11月就係企鵝嘅求偶期，所以係佢哋最活躍、最多肥嘟嘟嘅企鵝，周圍走滿山都係㗎。12月、1月就係南極嘅旺季，呢段時間天氣最好，動物亦都非常之活躍。咁當然啦，相對嚟講價錢亦都比較高啲啦。咁但係咧，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啦，就係呢一段時間咧，分分鐘24小時都係 daylight，即係話大家記得帶定多啲防曬，因為你會曬得好黑。如果人哋唔知道，以為你喺非洲翻嚟添啊！喺呢段時間咧，登陸條件最好，所以咧你哋去嘅活動咧，亦都係最多元化嘅。2月份咧就係南極最佳嘅觀鯨季節，咁但係呢一段時間咧屬於南極嘅尾聲啦，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風球嘅機會咧就比較大，亦都有機會咧可能要提早折返或者係延期㗎，所以相對嚟講咧呢一段時間咧價錢都比較相宜嘅。講咗咁耐，大家最想知道當然係最實際嘅問題，價錢啦。究竟去南極同北極要大概用幾多錢呢？如果淨係坐大型郵輪，只係參觀南極或者北極嘅外圍，當然係最平嘅玩法啦。大約2000至4000美金左右就可以成行，不過只係可以遠觀，唔可以登陸。如果你真係想正式登陸南極，參加探險活動，相對嚟講價錢一般都會由大約9000美金起步，上到幾萬美金都有。當然亦都要視乎品牌、船型以及行程長短而定，而呢啲價錢通常都已經包含食宿、探險活動同裝備。不過大家都要留意，唔同品牌嘅探險活動內容會有少少唔同，隱藏收費一般唔算多，但最好都要清楚了解下你訂嘅郵輪究竟包啲乜嘢。至於北極嘅航線，選擇就更多。行程長短、品牌種類都好豐富，所以價錢範圍可以由幾百美金到好貴嘅行程都有。不過如果講探險系列嘅北極行程，其實同南極嘅價錢分別並不大，一般都係由幾千美金到幾萬美金不等。如果你問我究竟去南極同北極揀乜嘢公司好呢，我就會推介以下呢幾個品牌啦。Silversea 就係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豪華系列探險郵輪啦。如果你中意全包式奢華同安全感，Silversea 就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啦。由全套房去到你一條龍服務，由南美洲一路玩到南極，再返南美洲都係全包㗎。探險隊隊員嘅隨船講解全部都包晒。如果你想玩得深入啲，探險感比較重 ，Quad Expedition 咧，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，因為佢船上配備嘅活動比較特別，有直升機體驗，亦都有極地嘅露營，呢一啲係一啲其他郵輪公司未必有嘅活動嚟㗎。若然想選擇去南極、北極體驗長啲時間，亦都價錢比較相宜咧，就可以揀一個新品牌叫 Swan Atlantic 啦。呢個品牌只係3年歷史，呢個品牌嘅配備亦都係一個高級系列嚟嘅。而呢個品牌嘅郵輪亦都係主打探險嘅行程，所以無論你揀 Silversea、Quad Expeditions 或者係 Swan Atlantic，呢一啲嘅品牌都會揀到南極同北極嘅航線，所以可以按照你哋嘅 budget，你想要嘅舒適程度去選擇一個適合嘅產品。咁究竟幾時訂呢一類型嘅郵輪最好呢？一句講晒，越早訂越好，起碼1年前，因為可以去到極地嘅郵輪人數有限制，旺季嘅行程非常之快滿啊！每年去到極地嘅地方，尤其是南極，一年只係4至5萬人，所以大家而家要計劃2026年底出發嘅行程㗎啦。講咗咁耐，大家仲係諗緊究竟去南極定北極究竟啱唔啱你？咁其實咧，你都唔使即時有答案嘅，因為話晒去極地都係人生夢想之一嘅地方。如果你想計劃一下一世人一次去極地旅遊，究竟係要點樣安排，甚至點樣揀？歡迎聯絡我哋可以幫你揀選適合嘅航線，或者 PM 我哋同你一齊計劃一下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，或者想同我哋一次極地體驗嘅話，大家記得留言、分享同埋 subscribe 我哋呢個頻道。我係 Miss 鐘鐘，拜拜。